各位親愛嘅聽眾，你哋好，好多謝你哋收聽永善聯壇。而喺錄音嘅時候咧，好特別，係2月12號星期四，英國嘅時間朝頭早11:40，即係香港都同樣係12號嘅晚上7:40。咦，咁早錄嘅？因為跟住呢一個禮拜咧就係新年啦。咁啊，新年好多人都要休息啦，特別幫我 upload 嘅咧，都個嘅朋友都係要休息嘅，所以我寧願早啲錄。咁啊，希望咧喺年29嗰日咧就可以上載。咁啊，喺新年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嚟到收聽。嚟緊新年咧，其實就叫馬年啦。咁啊，其實立春之後已經進入新年嘅啦。咁啊，我自己都係屬於馬嘅。如果真係要按照嗰個嘅即係生肖嚟到講，咁啊，希望大家能夠咧即係有健康嘅身體。最重要係有一個平靜嘅心靈。咁啊，我喺即係查經嘅時候咧，同埋近期嘅講道都會講馬年話馬嘅。咁啊，從信仰角度咧嚟到睇關於馬嘅事。咁啊，但係喺永善論壇咧，咁我已經成日分開嚟到講噶嘛。永善論壇係講一啲社會嘅事件、政治嘅事件。咁啊，講道係另外一回事嘅。咁啊，所以講道咧就可以打梁永善呢一個嘅頻道咧就會聽到噶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咧從馬嘅成語裏邊咧就睇而家社會現象。有一句嘅成語大家都熟悉啦，就係指鹿為馬。咁啊，呢一個嘅典故出自咧《史記·秦始皇本紀》啦。咁啊，秦始皇死咗之後咧，咁啊趙高咧就發動咗個沙丘政變啦，咁就殺咗扶蘇，就立咗胡亥咧為秦二世。咁啊，掌握大權啦，咁啊權傾朝野。咁啊，趙高咧其實想篡位嘅，但係又好驚你群臣唔服啊嘛。於是咧就喺朝廷上面咧當眾就獻一隻鹿俾秦二世，就話嗱，呢隻就係馬嚟㗎啦咁樣。秦二世話唔係啊嘛，宰相你有冇搞錯啊？你將呢隻鹿講成係馬？咁啊，趙高就話係，各位大臣們，你話呢隻係鹿定係馬咧？咁樣，哇，有啲人梗係識睇風頭眼啦，就話到哦，係啊，呢隻係馬嚟嘅咁樣。咁但係有啲人咧就直言話唔係喎，呢隻係鹿。咁事後咧就被趙高咧嚟有陷害。咁啊，所以咧群臣後尾就越嚟越驚趙高啦。咁啊，冇人敢反對佢。咁其實呢個比喻係咩咧？就係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咁啊，社會裏邊咧，你見唔見到有好多呢啲嘅指鹿為馬嘅現象咧？嗱，最特別嘅，其實我上個禮拜已經想講噶啦，就係沛安心事件啦，個吹哨者鄭希林啦。咁咧就喺2月6號嘅時候就發布消息，就話指沛安心呢一件嘅爭議咧。佢喺5號嗰日咧，就以未獲資料當事人同意下披露其個人資料，而該披露造成指明傷害嘅罪名咧，就拉咗佢啦。佢而家進入咗呢個司法程序，咁啊，基於法律嗰個程序同埋考量啦，咁啊現階段咧，佢就唔能夠再做出任何嘅評論啦。但係喺啲貼文上邊咧，就有一張被捕嘅通知書。咁呢件事令到好多嘅人感到驚訝喎。喂，佢指出人嘅錯吹哨者，但係竟然係點樣咧？係被拉喎。咁但係呢啲事咧係比比皆是啦。譬如林卓廷，即係當日即係仲俾警務處咧送一張嘅獎狀俾佢啊嘛。佢原告就變咗被告，而家身陷牢籠啦。仲有宏福苑事件，即係而家咧即係國安處就話到咧拉咗唔少人㗎啦。不過起訴咧就3個。但係都冇講，即係我而家錄音嘅時候咧，都唔知係邊3個。咁就話佢咧，哇！趁住宏福苑事件就作亂。喂，咁多嘅部門失職失責，但係完全冇一啲嘅部門承擔責任嘅，即係呢啲首長。但係一啲人可能指出嗰個問題嘅時候咧，就俾人哋拉咗，包括埋黃岸然啊咁樣。咁所以你留意到呢個會唔會就係真係指鹿為馬咧？好啦，嗱我哋再睇翻即係呢個沛安心事件，咁舊年嘅事大家都會記得㗎啦。咁啊有一個嘅人叫潘希純啦，咁咧就嗰陣時就喺聖保羅男女讀中4嘅，咁啊曾經咧話喺音樂創作啊好多比賽裏邊獲獎嘅，咁啊仲有就係咧中國官方憲法主題活動裏邊都獲獎啦。佢爸爸咧即係出身顯赫啦嚇，就係咧潘東平係國際知名嘅肝癌專家嚟嘅。但係曾經喺2020年咧，因為自我宣傳違反咗專業守則，就被裁定咗專業失當㗎啦。咁啊停牌1個月，但係就緩刑6個月啦。佢媽媽咧話更加勁啊！呢一個虎媽媽咧，一有咩就啄到你暈㗎啦。咁咧就係彭潘
即潘彭榮之，咁啊係曾經任港大醫學院外科系嘅助理教授，咁啊亦都係校方嘅家教會成員啦咁樣。咁咧就好啦，咁啊而家就潘希純咧就俾人哋指出佢嗰個嘅創作其實係虛假嘅。咁啊鄭希林咧就原告變為被告，咁啊絕對其實唔應該淨係為起底罪嘅，陣間會再講啦咁樣。咁嗰件咩事咧咁樣？因為咧咁啊潘希純嗰個嘅話，我創作呢一個嘅 AI 嗰個嘅概念咧係好緊要嘅，咁樣媽媽幫佢嚟帶去參賽噶嘛。但係原來喺以色列咧，早喺2012年嘅時候咧已經研發咗呢個 Medware 嘅系統。咁啊呢個概念咧同潘希純所描述嘅係一模一樣噶。10幾年前咧外媒已經有報導啦，而且咧8年之前啊，台灣都開發咗類似 AI 嘅系統啦。由此可見咧，唔單單獲獎嘅作品係由別人嚟帶去代工嘅，因為咧由潘武咧都委託咗原來嗰個從零開始就代工嗰個製作咧係 AI 平台嚟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就冇話俾即係比賽當局知嘅，咁啊即係其實係請槍啦。咁啊但係而家就俾人哋揭發咗啦，俾希尼嚟帶去指出冇可能一個中四嘅同學咧可以做到呢啲嘅嘢嘅。咁啊而家但係希尼咧被捕嘅原因咧，表面就係涉及到咧未獲資料當事人同意下披露其個人資料，而呢個嘅披露會造成咧指明傷害。呢個嘅罪咧係喺個人資料括弧私隱條例第64條。原來呢條嘅條例係2021年嘅時候先加落去嘅。佢立法嘅原意就係講穿咗，就係要保護咩咧？警員、官員同埋議員嘅私隱，免得佢哋好似咧2019年嘅時候咁樣俾人哋起底啊嘛。咁啊所謂嘅指明傷害咧，哇，其實咧呢條紅線又係非常嘅闊嘅，包括咗騷擾啦、恐嚇啦、威脅啦、身心受創啦，連導致一個人咧合理地擔心其安全或者福祉嘅傷害都算嘅。咁啊所以咧任由嗰啲嘅檢控專員或者法官咧度出呢一個嘅判斷嘅。但係唔好忘記喎，第64條括弧4咧都寫明咗有豁免條例嘅喎。呢個就包括咗咧透露個人資料嘅咧就係點樣咧？就係合理相信有關披露對防止或者偵測罪行咧係屬必要嘅。咁記得咧潘希純最初咧佢公開咗咧，即係佢個 AI 平台咧曾經有成過千名嘅病人嘅處方藥物，更加獲咧醫生測試，但係就冇交代到病人有冇咧授權使用呢啲病歷嘅喎。佢爸爸咧隨時係可以嚟帶入去提供呢啲資料嘅。但係後尾佢嘅父母就話：佢講得唔清楚啫，表達得唔係幾好啫咁樣。咁事實上我哋大家都會知道，喂，你係一個名醫嘅女，你要攞呢資料好容易，但係呢資料有冇受到病人咧許可咧？其實係冇嘅喎。其實好可能就涉及咗咧泄露病歷或者取不當嘅存取，至少觸犯咗咧刑事罪行條例第161條㗎嘛，係咪先？咁但係你要留意到而家咧原告咧就變咗被告啦。咁我哋更加留意到，即係希尼咧佢用嗰啲嘅資料咧全部都係公開嘅，係可以喺網上邊睇到嘅。咁潘希純嘅姓名啦、學校嘅資料啦，喺獲獎嘅時候已經公開啦。咁絕對唔能夠借此入罪噶嘛。但係佢有冇嚟到揭露佢嗰個嘅電郵地址啊，或者其他呢啲咧，會唔會係其他網民所為嘅咧？咁樣，所以你留意到，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啊，仲有另外一個問題係咩咧？據媒體報道咧，嗰個潘家喺2025年11月咧就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報案，其後就轉交警方去調查。而家竟然係由港島總區重案組接手喎，係咪好犀利咧？咁樣嘅法律程序簡直係匪夷所思嘅。咁啊，點解要驚動到重案組咧？係對付一個嘅大學生咧咁樣。咁喂，當時啊，即係潘東平同埋即係彭詠芝咧，喺舊年8月就發聲明回應話要女兒請槍呢件醜聞嘅時候，佢話到對於不實指控及埋惡意嘅攻擊，我哋會保留法律嘅追究權利。咁如果真係所謂不實指控，咁佢點解唔直接去告揭發者誹謗、污蔑我哋咧？咁你有還佢嘅寶貝千金一個嘅清白係咪？但係而家唔係告誹謗喎，係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投訴喎。
咁即係近次話俾大家聽，希利嘅指控咧係屬實嘅。咁所以你有冇留意到，即係而家咧就真係顛倒是非，咁啊真係指鹿為馬啦。咁啊，正如頭先我所講啦，黃福苑事件有人嚟被拉咗，林卓廷即係又係成為即係階下囚。咁所以你留意到呢個嘅問題好嚴重。咁啊，當然呢一個嘅即係情況出咗嚟之後咧，好多網民咧就嚟帶去支持希利啦。咁啊，啲網民就留言啦，揾人請槍嗰個冇事，話人請槍嗰個就出事。咁啊，香港選擇性嘅執法已經係日常噶啦，世界就係顛倒黑白。咁啊，仲有人一個好有意思嘅，佢話監獄個獄字咧係點寫咧？就只要你發言咧，就有2隻狗過嚟咬你噶啦。咁你留意個獄字真係狗爪邊一個言字一個犬。咁啊，真係如果你為公義嚟到發聲，隨時都會俾狗嚟到咬嘅。咁啊，真係咧知情權咧係大過私隱權嘅。講起狗嘅時候咧，咁就諗起另外一句嘅説話，就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咁啊，同馬又有咩關係咧？有一句成語就叫做馬首是瞻啊。馬首是瞻呢句成語咧就出自咧《左傳》，咁啊襄公14年，咁就係晉國嘅大將咧。咁咧喺伐秦嘅時候就命令部下雞鳴而駕，惟如馬首是瞻，即係要求全隊嘅軍隊依照佢馬頭嘅方向嚟到行動嘅，即係話咧，我要你哋做咩嘅時候，你哋要跟住嚟到去做。咁即係話唯命是從啦，要完全嚟到聽取嗰個嘅調動啦，絕對唔可以有個人意見嘅。咁啊，大家而家見到咧，即係特區咧，往往就係馬首是瞻啦。我上個禮拜就講到咧，黎智英咧呢件案件，即係我係審判即係宣判嗰日，我就即刻錄噶啦。我已經講咗，一定有好多嘅人會走出嚟咧，嚟到係去認同、贊同發文咧，嚟到係去指出，即係呢一個咧情況咧，一定係啱噶啦咁樣。咁事實上，一判案之後咧，你就留意到咧，喂，特別6個紀律部隊發文咧，就支持咧呢個嘅判刑啊。消防處即係曾經係被人嚟到係去尊敬噶嘛，係咪先？咁嘅時候就話到，我哋要支持政府保障市民生命安全財產。消防處就話到呢個不特止啦，仲有懲教處不偏不倚執行判決，咁啊嚴防打擊獄中反中亂港嘅活動行為。海關有關海關事嘅，我哋彰顯公義，將防範危害國安嘅物品守護咧國家南大門。入境事務處就話到，我哋堅決支持呢個判案，將按入境政策嚴謹把關，緊守國家嘅南大門。政府飛行部隊就話到尊重判決，會與各部門協作維護國安。香港警察就更加添啦，我哋要彰顯法治公義，堅定不移維護國安。你留意到，除咗啲6大紀律部隊之外咧，咁咧仲有就係咩咧？就係嗰啲嘅議員啦、官員啦，一路嘅即刻嘅會表態啦。新民黨嘅選委議員咧，即係何敬康咧，就話到反映咗法庭咧確認呢個罪行係極其嚴重嘅，堪稱咧罪大惡極、惡貫滿盈，佢完全支持咧法庭嘅判決。任何人同外國機構咧必須要尊重中國同埋香港特區政府主權，尊重香港嘅司法，唔應該就黎智英事件咧嘅案件指三道四、指手畫腳、綁架議論。咁啊，民建聯會支持啦，工聯會陳穎欣係唔好讀呢啲嘅，即係你留意到，喂，一定係馬首是瞻。連法官判案啊，因為而家唔係三權分立啊嘛，係互相嘅嚟配合啊嘛，咁所以即係黎智英一早我哋已經知道死硬噶啦，因為國內一定係以示呢個係大敵人嚟嘅，咁點可能係會判佢冇罪咧咁樣？咁啊，仲有而家近期不斷都要點啊？學習習近平思想啦，咁啊香港15咩規劃啊，咁啊又要跟從啦，咁啊甚至香港而家首次有5年嘅咩經濟計劃啊咁樣，咁全部都係馬首是瞻嘅。咁啊夏寶龍喺上個月26號咧喺全國港澳研究會裏邊咧舉辦嘅研討會咧，就提到立法會係要監督政府更好嘅施政，三權係要點樣啊？佢話到同唱一台戲，互不拆台啊嘛。哇！咁於是立法會嘅主席李慧瓊咧就即刻喺2月3號喺社交
媒體裏邊發文，就將推動咧即係議員建立機制，咁啊要反駁海外嘅政府或者議會嘅失實同埋抹黑言論。咁啊，立法會有責任協助中央同埋港府作有力反駁同埋澄清。咁你留意到呢度咪緊跟中央咯？咁啊馬首是瞻咯。咁咧夏寶龍喺會議上邊指議員必須要敢於鬥爭啊嘛，善於鬥爭。咁你咪要去做咯咁樣。咁所以亦都喺即係2號嗰一日咧就舉行咗學習會啊嘛，即係學習習近平嘅會議啊。咁啊學習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即係佢嗰個嘅發言。咁所以你留意到。咁如果你翻查咗資料咧，原來24年1月嘅時候，基本法23條立法前夕咧，就成立咗咧應變反駁隊，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嚟用到道長啊嘛，要回應抹黑同埋反擊。咁所以你留意到而家咧就全部係一致噶啦。咁啊，所以咧呢個就係馬首是瞻啊。所謂坐喺高位嘅咧，即係特首，你估到佢話晒事咩？一定係要緊跟中央噶嘛。咁嘅時候，咁你又會睇到另外一件事，話啲議員個個都出嚟支持。咁啊馬咧都一句説話係點講咧？就係伯樂識馬啊嘛。伯樂好賞識嗰啲嘅馬，可能嗰個馬好瘦，但係伯樂睇到佢嘅潛質。但係而家唔知係咪我哋眾人皆醒我獨醉啦嚇。咁樣咧就你見到咧，即係特區政府啦，即係去選一啲嘅賢能咧，係點樣選咧？最重要就係愛國中心啊嘛，係咪先？咁啊，所以佢係獨具慧眼嘅呢個伯樂嚟嘅。所以你睇江文慧咧，哇幾犀利！即係呢個嘅劍後，好快就點樣啊？即刻入咗馬會，但係唔夠一陣間咧就轉跑道啦，而家成為議員喎。但係即係喺自己嘅面書裏邊咧，自己喺邊個界別出咧都搞錯咗。咁啊，見到記者都唔敢直接去回應。咁啊，甚至啱啱近期有一個嘅即係運動會嘅即係出席嘉賓，人哋訪問佢吓，係啊，我冇諗過要發言喎。但係唔好忘記，其實真係講得好啱㗎。當黎智英一判案嘅時候，即係判決咗啦，佢即刻喺佢嘅面書上邊咧，即時嘅就已經發文回應啦，就話到案件嘅惡劣咧係在於試圖削弱社會對一國兩制嘅信心，衝擊以法治為基石嘅香港社會秩序，激發社會矛盾啊！咁所以咧，即係就一定係要重判嘅，呢個係非常啱嘅咁樣。咁我喺度諗緊，佢可唔可以咧唔用文字出嚟，就咁唔使要對住稿嚟，但係去讀就可以咧好暢順咁講咧。咁所以你留意到，究竟係咪真係即係俾人哋嚟到賞識佢嘅潛質咧？有陣時我哋好多嘅市民咧係睇錯咗咧，我哋嘅特區政府，我哋嘅中央係咪真係伯樂識馬咧？咁你睇我哋議會裏邊咧嗰啲嘅人嗰啲嘅議事能力係幾咁高強啦？即係梁美芬就話到點解而家出生率咁低咧？就係年青夫婦唔肯生 BB 喎。我哋只係謊言，但係唔係喎。原來出生率低就因為人唔肯生 BB 喎。點解啲人會執笠？就因為鋪頭冇生意啊嘛，係咪先？好啦，咁啊仲有就最新啦。咁啊唔知係咪陳穎欣啦嚇？咁咧就講到，而家咧可以帶啲狗隻咧入去嗰啲嘅食肆嗰度，咁啊但係係咪亦需要咧嗰啲嘅狗主係要俾啲狗隻咧係上嗰啲儀態班咧？市民們，我哋納稅就係供養呢一啲咁高質素嘅議員，咁呢班嘅議員就係馬首是瞻啦。但係唔好忘記，我哋政府好興咧就馬失前蹄喎。咁馬失前蹄咧，就喺施公案第320回嗰度就係講到咧，佢哋係有一個關體，哇嚟帶去殺敵人殺得盛起，咁啊冚傷咗2個，仲要出去嘅時候，忽然之間咧馬就失前蹄，就將呢個將領咧摔咗落地下。意思即係話咧，你諗都未諗清楚，咁然後咧就一出閘咧就已經脫腳啦。我諗呢個係最容易俾我哋諗到嘅啦。最新嗰個一帶一路啦，我所講嘅就係呢一個嘅要扣安全帶。喂，好多部門都睇漏眼，原來嗰個嘅法案咧係指住1月25號，如果冇記錯，即係落地嗰啲嘅即係巴士咧，嗰
公共汽車咧，先至係需要扣帶安全帶嘅啫。之前嗰啲係唔需要嘅，但係就推行咗，整個係一個鬧劇嚟嘅。咁啊，結果就產生咗問題咯。喂，咁即係出閘脫腳咯。咁啊，仲有就係當年咧，即係謝展寰啦，就話到咧，即係要垃圾徵費啦，嗰啲垃圾袋啦，結果又係諗唔清楚，結果就出咗問題啦。啊，仲有政府個飲用水風波啦，審計署咧就揭發咗咧嗰啲嘅申請，後尾咧即係原來咧嗰啲印章係錯誤嘅。咁啊，嗰啲嘅申請者真係好奇怪，冚唪唥都造假嘅，但係完全嘅通過。咁啊，政府喺物流署嗰個招標同埋審查過程裏邊咧，係好多好多嘅漏洞嘅。咁啊，涉事供應商咧，咁咧就未曾登記為合法嘅食品供應商嘅，但係竟然可以接受佢嗰個申請。驗水報告咧，亦都冇檢測指定嗰12種嘅重金屬雜質。咁嗰間公司咧，只係有3個嘅全職員工。但係有20個決策局同埋部門嘅投訴送水延誤添啊，有呢啲咁嘅唔好記錄。但係物流署咧就知悉咗呢一個嘅即係申請者，咁啊就話喂，你嗰啲嘅文件唔係好齊，叫佢重新嘅嚟到提交嗰個檢測報告。咁嘅時候你留意到，即係好多嘅事唔係小事嚟㗎，而且係用好多嘅公帑㗎，但係都甩甩漏漏。咁呢個豈唔係咧馬失前蹄咩？但馬失前蹄嗰個因素係乜嘢咧？就係馬馬虎虎咯，做嘢求求其其咯。咁呢個就係而家好多社會嘅現象啦。咁啊，最後一點就係害群之馬啦。嗱，原來害群之馬咧，我哋係需要咧，即係有一個嘅清晰嘅了解嘅。嗱，據資料顯示咧，害群之馬就話：嘿，咁嗰隻馬咧係衰嘅，累死其他人嘅。原來唔係㗎。咁啊，莊子係戰國時代嘅思想家啦，佢崇尚咧自然無為、逍遙自得嘅。喺政治上邊咧，佢都傾向咧無為而治嘅。咁啊，喺莊子嘅《長餓鬼》裏邊咧就寫到，佢話皇帝咧就要去到咧巨刺山就見呢個大鬼神。咁啊，前後有6個人幫佢駕車開路，但係到咗咧商城附近都係迷咗路啊！連問路嘅人都冇喎。正喺呢個時候咧，有一個牧馬，即係喺度牧養緊啲馬嘅小孩子經過。咁皇帝就趕緊叫住佢，問你知唔知咧？佢要去嗰個地方喺邊度？咁佢話到佢唔知啊咁樣。咁咧就皇帝咧就覺得呢個細蚊仔好特別。咁咧呢個細蚊仔原來知道咧佢要去嘅地方喺邊，佢要去參嗰個神廟喺邊度。咁咧就確定佢呢個係一個好不平凡嘅人，因此咧就請教佢治理天下嘅道理。呢個細蚊仔咧就唔願意多講世事，只係想悠遊地喺天地之間嚟帶去生活。咁於是皇帝再問佢，佢只係話咩咧？佢話到：夫為天下者，亦係以義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意思就係話咩咧？治理天下同埋養馬冇咩嘅差別嘅啫，就係除去對馬唔好嘅事物。咁啊，皇帝咧聽咗之後就好佩服叩拜，多謝佢啦。咁咧稱佢為天師添。原來害馬咧，原來就係指到任何傷害馬匹嘅事物。咁但係後尾引申落去就變咗成為害群之馬。咁咧就係講到有啲嘅人危害咗其他。咁啊，事實上無論一間嘅公司、教會或者即係社會都有害群之馬嘅。咁啊，有啲嘅人可能佢嗰個嘅生活非常差，但係佢話係基督徒，但係就會令到人質疑緊嘅。喺即係過去幾年裏邊，有好多人咧都對信仰咧產生咗疑問嘅。林鄭月娥話天堂為佢留下咗一個嘅位，咁啊，於是有啲人話我寧願唔上天堂，寧願落地獄啦。何君堯甚至周浩鼎呢啲都話自己係基督徒嚟㗎嘛。但係何君堯俾人影到佢個 office 裏邊有個好大嘅觀音像啦，同啲白衣人握手啦。周浩鼎要去誣告即係林卓廷喺議會裏邊咧，即係對人即係動粗啦，連法官都唔接納，當事人都話冇呢啲事啦。咁啊喺初三嘅時候去車公廟拜神啦，咁嘅時候你留意到呢啲咪影響咗人哋對信仰嘅睇法咯？呢啲咪害群之馬咯？咁所以你留意到喺馬年裏邊咧，真係有好多好多嘅即係
馬嘅説話咧，成為我哋嘅提醒。咁啊，對於我哋市民大眾，特別嚟到英國嘅香港人咧，有一句説話就可能好適用嘅，就係馬死落地行。即係今日可能喺英國嘅人，佢哋本身係專業人士嚟嘅，可能係教師啦，可能係醫生啦，但係嚟到嘅時候未必能夠即刻得到呢個專業嘅認同，於是佢哋嘅工作就會出咗好多嘅問題啦。佢哋嘅生活質素咧，亦都咧嚟到去減低咗啦。咁啊，但係我哋應該點樣咧？即係如果既然嚟到嘅時候，好，我哋就要去接受呢一個殘酷嘅現實。我哋甚至要歸咎於咧係邊個造成呢一個嘅問題啊嘛。即係正如我話黃福苑大火啊，又或者一啲嘅人啊，黎智英事件6·4，即係呢一啲嘅情況，究竟個問題嘅根源喺邊度咧？咁樣咁啊好啦，咁雖然唔能夠過翻好似香港咁富裕嘅生活，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吸收到自由嘅空氣，仍然可以嚟發聲，為公義而發聲，又或者生活質素，即係家庭生活係好咗嘅，居住環境好咗嘅時候，或許未必揾到咁多錢，但係我哋願唔願意過啲簡樸嘅生活咧？咁啊，願唔願意馬死落地行咧？咁無論點都求神幫助我哋，即係喺馬年裏邊咧，有好多成語都反映緊而家嘅社會。但係喺呢一度，我都祝福每一個人。如果我哋為正義嚟到工作，為正義嚟到去做一啲事，特別今年開始好多人申請5+1，希望我哋能夠馬到功成。咁咧，求神嚟到去賜福我哋。新一年裏邊，我哋其實正如我早幾集已經講，每一年生活其實都會係越嚟越差噶啦，但係都仍然靠住主嘅力量咧，可以有好好地面對。嗱，呢一個係社會篇啊嘛。咁啊，我已經講咗啦。喺梁永善呢個頻道裏邊咧，有一篇嘅信息就係講馬年話馬嘅。呢個就係從信仰嘅角度嚟到去睇馬，有啲俾我哋咩嘅提醒，都歡迎大家嚟到收看啦。咁亦都咧，多謝大家嚟到留言，咁甚至推介，亦都可以嘅話俾我一啲鼓勵，俾個讚賞，等我可以咧更有力嘅去面對前邊嘅挑戰。多謝你哋，唔好忘記我哋都會有即係 Spotify， 咁啊大家可以下載，咁咧就唔使用你嘅數據，咁你可以喺其他嘅時間裏邊咧嚟揸車啊，或者可以嚟收聽嘅。祝福大家。仲有2點想補充嘅，就係伯樂咧上馬，有陣時係我哋啲凡夫俗子咧係睇唔到佢嗰種嘅潛質嘅。好簡單舉個例，即係演藝學院咧而家多咗個副院長啦，原來都係退休嘅警務人員。啲警務人員原來唔止勇毅喎，仲識做戲。諗下都係嘅。鄧炳強嘅 PK 咧都曾經咧參加過咧，即係電影嘅客串過。事實上有好多嘅警察咧都好曉咧嚟到扮演唔同嘅角色噶嘛，包括係扮演一啲暴民嘅角色，或者做臥底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即係能夠選佢咧揾佢做即係演藝界嘅副院長，即係演藝學院都係心慶得人噶。咁啊，仲有啦，而家政府咧又破天荒咧首度公開招聘咧食環署署長同埋新聞處處長。咁啊，但係唔好又俾我估中啦。咁啊，到時好可能嗰個嘅入選嘅人咧，成為呢2位嘅處長咧，都係乜嘢咧？都係警務人員嘅背景嘅。嗱，希望我會錯啦。我即管放長雙眼睇一睇。咁最後一點就係好重要嘅，我哋可能大家好開心團年啦，即係拜年啦，但係希望我哋特別基督徒唔會忘記喺獄中裏邊一啲人坐緊監。甚至好可能係一啲嘅唔值得去坐監嘅人，但係坐緊監，佢哋唔能夠同屋企人團聚，唔能夠同屋企人一齊嚟到開心嘅過新年。希望我哋能夠紀念佢，為佢祈禱，或者寫信俾佢。希望我哋可以做到嘅，即管盡力去做。